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搁一摆，咱踮伫主日的清早会当三甲自集，无论踮伫你家己逐个人的家，阮拢会当透过踮伫线顶的方式，要做伙敬拜。咱还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所以嘛邀请咱做伙备办心。咱过去伫踮伫教会中间备办心，但是现在咱阁有一个新的动作。就是除了备办心以外，咱嘛透过这个时间继续分享，互咱的兄弟姊妹，提醒咱伫大家家的兄弟姊妹咧，即摆会当准备要来做礼拜哦。所以游玩咱有几个教学吼，因为咱大家人拢欢迎讲啊，牧师嘛是爱讲较清楚咧，到底你讲迄个什么订阅小铃铛啊，到底是要安怎来处理？哦，所以咱来看图吼，咱感谢办公室的团队有一个教学的部分。订阅伫倒落来，你看卖，你会看到即个咱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的频道啊，订阅伫遐，有看到一支手无？试落就订阅啊。过来咧，牧师常常咧讲咧开启小铃铛，啥物叫做开启小铃铛？就是你看即个图顶悬遐有一个铃铛有无？你若试落是乌的，迄就代表你已经试小铃铛啊。所以若是有通知的时阵，就通知互你。过来咧，影片每一个影片你会当踮伫遐起一个赞，按一个赞。过来会当分享，这是分享的键啊。咱有分享互咱的兄弟姊妹分享阁有无共款的方式哦。分享会当分享到伫倒落咧。一个是 Facebook， 咱会当透过咱家己 Facebook 来分享，所以会当看到这个画面，你就分享到 Facebook， 阁有 like 对无？阁会当分享到赖群组，通过安尼分享互咱的亲人，无论踮伫台南，也是踮伫台湾任何一个角落，甚至到伫国外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做伙甲咱要敬拜上帝。所以咱阁有差不多4-5分钟的时间嘛，请咱继续备办心，咱听后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咱就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所以嘛，邀请咱现在会当继续分享到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。所以要礼拜进行开始，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。牧师嘛邀请你，咱先做一个祈祷，咱祈祷了后，咱就备办心来准备9点，准时要来礼拜。亲爱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引带阮，互阮会当踮伫主日的清早，阮同齐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安静阮的心，备办阮，互阮准备要调见你，也要对你的话语，愿得到学习。愿主你通过踮伫线顶的方式，踮伫阮逐人的家，拢会当有缘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陪伴阮，安静阮的心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请咱继续陪伴心，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
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在中间报扬伊的所做，着愿伊吟诗，愿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请起立。大家当心敬拜，地主民敬虔诚和善，兄弟弟兄弟难，大家听经礼拜，心肝专已经变归拜。三角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。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做伙用上帝的话来启应，记载伫启应文14篇，也就是诗篇第46篇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力，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到海中，海水压涌哗哗吼，山因为海中摇出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就是至关上帝徛起神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天铺光，上帝就帮衬伊。
列邦花花号，列国动摇。上帝出声，地就消扬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伫地。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来看上主的所做。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伊压指经，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。伊互战争东煞，全地和平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列邦受尊重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三甲同心来祈祷。万权能的主比上帝，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，阮搁一摆三甲组织来敬拜你，求你圣神即时临在，让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，因为你是全权能的主，搁有主比甲怜悯，也有公义甲审判。阮相信一切拢有你的念理甲旨意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感谢你赏赐台湾有够野的雨水，润泽田园，互树木青翠，也互花草生炭，也搁及时免除阮欠水的困难。阮为着这项事献上感谢。最近有国外种送疫苗予台湾，感念所受的帮赞，互阮看见人伫需要的时互相帮赞，是何等的好，何等的水。阮也为着这项事来献上感谢。求主，请你也检查阮的心思意念，赦免阮的小信甲过失，帮助阮远离罪恶，伫混乱甲无平安的时，搁较够思考甲学习你的教示甲真理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改变着阮的生活，搁有各种的消息混乱。求主会当平静阮的心，无互内在甲外在的混乱影响着阮，让阮会当调整阮的脚步，坚强阮的信心，刚强壮胆，来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，咱要对21节看到43节。耶稣坐船搁过去迄边，规大阵的人聚集就近伊。迄时耶稣伫海边，有一个管花长的，名做睚鲁来，已经看见耶稣，就趴伫耶稣的骹下。切切求伊讲：我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，请你来用手唤伊，互伊得着救来活。耶稣甲伊去，规大阵的人对伊真话客。有一个妇人人，迄老12年，捌对济济医生受到济济艰苦，佮一真破费伊所有的。若是无一丝仔利益，反倒哪伤重。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伫众人中，对伊的后面来摸伊的衫，因为讲：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。对安尼，迄老念面子，本身知伊的病痛已经好。第30节，耶稣只是家己知有权能对伊出。就活转身伫众人中讲，一嘴摸我的衫。伊的学生甲伊讲：你看见规阵人咧下客你，还阁问一嘴有摸我？
耶稣变看，爱看做即个事的负责人。负责人知本身所历过，惊吓摇摇出，就来趴伫伊的面前，拢照实甲伊讲。伊就甲伊讲：负责人啊，你的信已经救你，通安然倒去，你的病全然好。咧讲的时，有对管会堂的家来讲：你的查某囝死啦，毋使又搁劳心生。耶稣边仔听见伊所讲的话，甲管会堂的讲：无得惊，只有得信。耶稣伫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以外，毋准别人对伊三甲去。到管会堂的家，看见有花花吼，也有啼哭大声吼的人，已经入去，就甲因讲：因啥事花花吼咧啼哭啊？囡仔毋是死，是咧困尔定。伊就取笑伊，若是伊赶因众人出去，就带囡仔的爸母以及甲伊来的人入囡仔所住的所在，就牵囡仔的手，甲伊讲第二代古米，翻译就是讲查某囡仔，我命令你起来。查某囡仔念伊起来行。因为伊12岁啦，众人就大戆哑奇怪。耶稣严严禁戒因，无得互人知，就吩咐着互查某囡仔食。以上愿上帝话帮赞赐互咱。今日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平安的回去吧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当三甲点伫线顶，咱做伙敬拜上帝。咱要搁一摆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伫这进前，请咱搁一摆备办心，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听受阮，顾受阮，互阮随梦点伫疫情的中间，阮的生活受到改变。总是你有缘正做阮的帮赞，互阮伫面对一切挑战的过程中间，阮通领受对你遐来的祝福。愿主你开启阮逐人的心，互阮对你的话语中间，阮得到帮赞，也得到开力。阮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弟兄兄弟姊妹，毋知影咱已经渐渐惯势类似的生活也未啦。咱期待会当赶紧会当结束，但是两个礼拜，咱三级警戒阁继续在延长的过程中间，我想咱确实面对侪挑战，嘛面对侪困难。真做一个牧师，定定需要替病人祈祷，嘛需要替每一个身心灵软弱的人祈祷。伫祈祷的过程中间，咱期待上帝确实会当医治咱。所以，踮伫每一摆祈祷了后，咱也定会听到兄弟姊妹有真水的分享，讲牧师当你来祈祷，也是某某兄弟姊妹、某咱教会兄弟姊妹替阮祈祷了后，阮真正心得到开阔，阮的病痛嘛哪亲像得到上帝的医治，是咱定听到真水的见证。总是咱也确实知有一寡状况是，虽然咱真认真祈祷，总是上帝予伊的时间悠远就到伫遐那尔。有一寡人悠远上帝接因离开，无论是性命也是死亡。其实，当咱每一摆咧祈祷、咧敲吹时阵，咱拢咧敲吹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上帝的心意有当时检采，毋是讲我祈祷啥物一定要应允互我。乃是当咱咧祈祷的过程中间，咱咧敲吹上帝，你到底踮伫阮的生命中间，要怎样固守、怎样保守阮每一个人？所以咱要敲吹是一个真实的平安。所以毋知影踮伫这段时间，你敢有真实的平安无？
无论咱是平安也是无平安，伫今仔日的故事中间，咱看到一个无平安的人。有一个无平安的人，伊徛伫花的即边，伊一直咧甲侪人踮伫遐咧听候，伊咧听候啥物？伊咧听候有一个人会当来到伫因的床头遐食。迄个人是耶稣，因为踮伫对面，湖的对面遐，伊有行侪神者，所以逐个人拢知，即个人是有权能的人。所以，即个无平安的人，甲侪人拢做伙伫遐要做伙来敲找耶稣。总是有一件真特别的事，因为伊是一个会堂的主管，伊是一个会堂的主管，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，伊踮伫信仰的体制的中间，伊是有权利的人，伊是有地位的人，伊受到人的尊敬。现在伊竟然会当来到伫遮要找耶稣，安尼代表讲。确实有一寡代志发生啊，无毋对。伫即个会堂的主管叫做艾罗，伫伊的厝内底，伊发生一件事，伊完全无能为力，伊无法度做啥物。虽然伊看起来拥有地位，受人的尊敬，踮伫信仰的体制内面，伊也徛真悬的位，总是伊犹原面对一件伊无法度做啥物的事。迄就是伊的查某囝破病啊！伊的查某囝破病，甚至两要失去性命。伊使用任何的方法，敲找医生，敲找侪方式，期待会当互伊查某囝的病会当得到医好，总是完全无法度。所以伫迄点，伊的心内底无真实的平安。所以，当伊听到讲啊，我甲你讲，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，伊踮伫迄边花，伊已经做侪水的工，伊惊神者，伊赶出人性命中间的鬼。伊即马准备要来到咱的这个所在时，艾罗非常欢喜，伊感觉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，期待讲这个人。会当医治伊的性命，医治伊查某囝的性命。踮伫死亡的面前，其实咱拥有偌济拢无重要。对这个会堂主管来讲，拥有偌济拢无法度互伊的心得到真实的平安。耶稣来啊！侪人做伙踮伫遐，自己要到伫伊的面前。艾罗当然嘛踮伫遐，看到耶稣了后，随拍拜。伫耶稣的面前，甲即个老师讲：拜托，我的细汉查某囝伊破病，甚至到要死啊！请你赶紧来到阮的家，会当替伊还手，救伊一命无？耶稣有应允伊的哀求，所以耶稣就带伊去，准备要到伫艾罗的厝。伫即个一群人做伙咧行的过程中间，另外一个也犹原共款无平安的人出现啊！另外一个犹原共款无平安的人出现啊！伊是啥物款的人呢？伊是一个得到12年血流的查某人，一个负责人，伊出现踮伫即个舞台中间，伊心内底无平安，因为伊患着这个病已经12年啊！伫这12年中间，伊看侪医生，用尽一切所费，犹原无法度改变一切，甚至伊的病一天比一天愈来愈严重。人看伊是一个无清气的人，所以无人想要甲伊接触，伊也无法度入去到伫会堂来敲找信仰的帮助。伊无受到接纳，无受到人的欢迎。虽然伊是活的，总是若亲像死去共款嘛。这一天伊共款，对厝边隔壁的人伫街路顶面，伊咧听人咧讲的时阵，伊听到讲，哦，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，伊足气力的，伊要来到伫咱遮。啊，侪人拢做伙要去见耶稣的时阵，这个妇人人也慢慢
安静跟咧后壁，慢慢咧跟咧后壁，跟咧做伙行，无人发现伊踮伫遐，也检查人讲，无人想要管这个人到底有啥物了不起的，这个人敢有出现伫遮，对因来讲一点仔拢无重要。所以当因耶稣做伙要前往哀乐的家的时阵，这个妇人人也跟伫后壁。总是伊是一个无声的人，伊是一个无人看会到伊的人，毋是真正看袂到，是完全无人要紧伊。伫迄日，侪人拢做伙咧向前行。这个妇人人大概嘛是因为逐个人拢无看到，无要紧伊，所以伊会当慢慢挖近耶稣的后面。当伊到伫耶稣的后面迄点，伊伸手摸耶稣的衫，心内底想啥物？我只要会当摸着伊的衫，我的病一定会得到医好。伊真正摸着啊！当伊摸着的迄点开始，火就止啊，火就止啊，然后伊得到医治啊，伊的病得到医好啊。耶稣感觉有能力对家己的伸上出去，所以伊停落来。伊停落来，回头问后壁的人：谁摸我的衫咧？是啥人摸着我的衫？文道点伫遐咧回答：遮尔济人，踮伫遮，为虾米要问啊？为虾米要问啊？耶稣停伫遐，伊一直咧看，到底是虾米人摸着伊？心内底原本就无平安，足着急的哀乐，现在搁较紧张啊！伊现在搁较紧张啊，因为踮伫咧行的过程中间，伊哪行哪紧，伊心内底一直咧想。应该还佫会赴吧，真无简单，才邀请着耶稣要到伫我的厝内面啊！无想到讲，耶稣竟然踮伫遮停落来啊！耶稣停落来啊！伊心内底愈来愈急啊！你即马停落来是要安怎？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有啥物要？为虾米要紧讲？啥物人蒙着你啊？伊足急的，但是哀乐无论搁较安怎急，拢无法度阻止耶稣现在的行动啊！耶稣就是停伫遮，回头向边仔的人看，到底啥物人蒙着我？这个负责人知影，这件事，所以伊袅出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讲出伊所经验的一切，他拄仔所经验这一切。当这个负责人出现的时阵，咱真简单会当想象边仔人拢安怎想，边仔人拢会讲：这个人为什么伫遮？这个人哪会伫遮？这个人哪会去阻碍着哀乐的因厝内底的大事呢？总是这个负责人到伫耶稣的面前讲：我头拄仔摸你的衫。伫迄点，我感觉我的性命得到医好。耶稣看这个负责人，对伊讲：“负责人啊，你的信已经救你啊，安然倒去吧，平安的倒去吧，你已经完全得到医好。”这个负责人生命中间的无平安，忽然间真做平安。伊的病得到医好，伊搁一摆受到人的接纳，受到人的包容，伊的生命完全成做一个新创造的生命。伊足欢喜的，但是当这个负责人心内底足欢喜的时阵，对迄个心内底着急的老爸来讲，迄个心内底着急的老爸已经毋知影到底应该要讲啥物，伊干那咧想。到底会付啊袂付？真不幸，有消息传来啊！有一个消息传来啊！哎咯，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！哪有佫有需要佫麻烦老师啊？
听到这个消息，哀悼规个人哪亲像无气力共款，规个人拢凉要倒去啊！我的查某囝失去性命吧。耶稣完全无想要插伊的反应，敢若对伊讲：毋通惊，着爱相信；毋通惊，只有着信那尔。毋通惊，只有着信。耶稣无停止伊的行动，耶稣阁继续带彼得、雅各甲约翰做伙向前行，要到伫哀悼的家。到伫现场，哀悼的厝自然乱糟糟，逐个人拢为着这个查某囡仔的死亡大声咧啼哭。耶稣阁讲：恁为虾米踮伫遮咧吵吵闹闹伫遮咧啼哭咧？这个查某囡仔不过是困去那尔，伊并无死去呢。边仔人继续咧啼笑，明明都死去啊！你为虾米讲伊无死啊？耶稣毋插伊，干那带囡仔的爸母甲三个门徒进入到伫查某囡仔困的所在，牵伊的手，牵这个查某囡仔的手，甲伊讲：我吩咐你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伫迄个时刻，这个查某囡仔忽然间随时爬起来行，逐个人拢惊吓。耶稣真慎重甲因讲，毋通四界抱养，摕一寡囡仔，摕一寡物件，互这个囡仔食吧，继续向前行吧。平安，继续向前行吧。平安，回到原本的生活吧。平安的倒去吧。真长的一段时间，至少踮伫咱这几十年来，咱拢遵照一套这个世界互咱的游戏规则咧行。今仔日咱看到讲，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集中踮伫少数人的手内面，所以一个社会中间，好野人甲丧凶人的距离愈来愈远。踮伫全世界中间，富裕的国家甲丧凶的国家，因的生活水准的差别，也可能超过咱每一个人的想象。咱踮伫这个游戏规则内面，咱一直认为得到愈济，拥有愈济愈好。直到咱袂记哩一件事：性命的主权无伫任何人的手内面。性命的主权在伫创造主上帝的手。病毒的出现，带予咱真大的无适应，因为伊改变了咱过去的想象，改变了咱的游戏规则，嘛咱亲像互咱一个真大的教训讲，佮继续去使用，佮继续去使用这个大自然资源吧，佮继续破坏动物也是植物因所徛起的所在吧，佮继续互社会这边缘人找无活落去的机会吧。当咱愈想要看家己，想要去摕别人的物件，这个别人毋是干那咱身躯边的人，包括大自然的资源，包括动物。包括植物因所生长的环境，咱一直咧摕这个物件的时阵，咱就愈会感受到这个病毒对咱的影响到底有偌大。当人伫这段时间受到限制，咱限制了原本生活的方式的时阵，咱搁较深刻去感受到，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肺炎。每一个人甚至阁有可能面对死亡的时阵，咱看到啥物？咱需要拍败伫耶稣的面前。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敢若期待耶稣的医治吗？咱敢若期待耶稣医治这个细汉查某囡仔，也是医治这个负责人，甚至医治哀悼的心那尔吗？其实，耶稣所看到的是每一个人的价值。耶稣所看到的是
性命无分你是尊贵是卑贱，无论你的地位是悬也是低，无论你的性别是啥物，得到血流的负责人，代表的是社会中间上互人看轻、无人想要插伊的迄群人，也就是讲，伫今仔日的社会来讲，咱认为因可能就是所谓的超级传播者，敢毋是？咱愈看轻遮软弱的人，都愈有可能真心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。这个细汉查某囝嘛共款，伊咧讲的也是社会中间上界软弱的一群人，因需要受到照顾、受到款待。耶稣看到因，耶稣医治因。伫这一个多月来，社区感染的压力，哪亲像互人喘袂过气共款。逐工，若是你踮伫厝内底，敢若会当看到媒体，咱就会受到影响。咱会一直伫咧骂，也是指责遐别人为虾米受到感染，指责政府无做好遮防疫的工作。伫咱咧骂、伫咱咧责怪别人的过程中间，咱渐渐失去家己。咱需要重新学习一件事，未来绝对会是一个咱必须爱学习甲病毒好好相处的时刻啊！咱需要敲找一款伫疫情后的新的生活，行伫一个啥物款？对咱的无平安敲找着平安的过程，对无平安敲找着平安，迄是一个甲家己更好的机会。迄是一个甲家己更好，毋是去责怪别人，是重新转来到伫咱家己的生命中间。耶稣要医治你，耶稣要医治我。咱需要甲家己更好，咱也需要甲别人更好，咱需要甲大自然更好，咱需要甲这个世界所有的动物、所有的植物更好。好好是啥物？是一项上帝的恩典。互世界中间每一个人、每一个资源、每一个动植物，咱会当和平相处，会当和平相处踮伫这个世界中间，这是一个上帝的恩典，也是一个灵性的力量。伫这个灵性的力量培养咱的生命，有一款生命中间，咱即马讲韧性啊，强韧的韧。迄个韧性，所以伫每一个祈祷中间，牧师要邀请咱每一个人，伫逐日的生活中间有一段时间，有一段祈祷的时间，迄是你会当拍败伫耶稣的脚前。伫迄个拍败的时阵，敲吹一份安宁，敲吹一份生命中间。将你家己一切无平安带到上帝面前，讲：耶稣，求你来看我，求你来听我的祈祷。当咱咧拍败点伫遐的时阵，咱也若亲像故事内底遮个人听到啥物？你的神已经救着你啊！毋通惊，只要着信。信心毋是加甲少，信心是有甲无的问题。咱上大的误解是，咱认为信心是啥物人较济，啥物人较少。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看一项真重要的事哦。信心毋是济甲少的问题，信心是有甲无的问题。这个富人人有信心。哀乐看起来检菜足紧张无平安，但是伊也相信耶稣为伊的伊。所以，当咱生命中间有信心，检菜咱拢会讲，那亲像挂菜籽一款的信心的时阵，咱已经受到医治，咱已经受到祝福，因为咱已经受到医治。咱已经受到祝福，所以进一步，
去关心身躯边受忽略的人吧，去关心每一个咱伫即段疫情中间，咱所想到，伊检采需要你一通电话，需要一个祈祷，需要一个祝福送互伊的人吧，去听见每一个四周围生命的声音。将咱的无平安完全带到伫耶稣的面前，咱要做伙听见上帝的声，也做伙听耶稣咧讲：平安的转去吧，平安的倒去吧。咱要继续行，咱会阁继续向前行，对无平安行向真实的平安。所以伫死亡面前，无论你是坐官位、拥有权势，还是无人想要插你，受到人的排斥，拢是平等的。咱无任何的特权。受尊重的有权利的人，用尽一切方法，嘛无法度搁换转来一个微细的性命。受到排斥的卑微者，有心总是无力来迎接受到好人的每一日，苦苦哀求，步履蹒跚，因共同咧敲找一份得救的应允。无平安，一切的宁静，一切的安详，正做奢侈的愿望。病毒进前，死亡进前。正做有权利人一直踮伫遐咧竞争的剧场，正做卑微的人坠落的现场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，伊来啊！互人愿望的人主，使人性命活开的人主，唤醒灵魂的人主，讲平安倒去吧。你的神已经救着你。迄个出世入生的新国度，无任何的贵贱，无任何的背景，无任何的性别，无地位，无足侪物件，只有啥物？只有受到人的看见，受到医治，受到疼惜，受到接纳，受到包容。去吧！去眷顾每一个受伤的人，去承接每一个碎落的人，去恢复每一个笑容，去唱出每一首诗篇，去眺望每一个轻，去感受每一份上帝的奇妙。平安的倒去吧，愿咱得到平安，勇敢行向明仔。咱会对心内底看起来无平安，佮领受真实的平安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踮伫你的面前，主，阮真正受到这个整个疫情的冲击，也受到侪媒体的报道。伫逐日，阮的心内底有惊吓，阮的心无平安。总是伫病毒的面前，阮也搁一摆将阮的性命完全交托予你。那亲像你对这个妇人人讲，你的神已经救着你啊！平安的倒去吧。阮知，阮已经领受医治，阮一切的不安，阮一切生命中间的软弱，阮已经得到医治。阮已经受接纳，所以阮会当去关心受忽略的人，阮会去陪伴每一个软弱的人。愿你使用阮，愿主你将平安放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勇敢出去，互阮勇敢透着实际的行动来关怀，来恢复。学习甲家己好好，甲身躯边的人好好，甲整个世界好好，愿你赐平安，
人民馆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金花营的诗，圣诗第605首，靠主奇妙，稳定奇妙规律得保护。奇妙规律的保护，坚信天下主所安排的路，我们在兄弟面的不停的交过。他的心里记住亲在救我，虽然三当共别我心情干枯，用我路径会当当。心灵行呀哩，拯救稳当坚固，这是努力活完必办的路。你所听后我可背高我出。因为亲是主的听旁保佑，回想的这世间你所属日子，永守在那你个喜乐甘甜，常常纪念你，想你的无袂记，愿挂在全世界拢归属你。奉献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若要奉献的兄弟，请利用办公室上班的时间，起来办公室交予干事，也是讲用邮局汇款的方式来汇伫顶头所有迄个账号，也请注明奉献的项目。刷落来报告，也请牧师。好的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因为咱三级警戒阁继续延长，所以咱也有缘，敢若会当用线顶的方式来做伙敬拜，所以嘛，请咱继续为着咱每一个直播的团队来祈祷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咱拢有一个建议，但是老实讲，每一个建议对现在咧操作的人来讲，拢毋是咱所想的遐尼简单，因为毕竟咱毋是专业的电视台，所以但是
咱的团队会尽量去成做咱的帮站，期待咱当咱恢复实体了后，咱会当游玩，会当欢欢喜喜，咱会当带着信心继续行头前的路程。所以，踮伫这段线顶的过程中间，也请咱照着咱的时间，无论是主日学，也是咱线顶的礼拜，也是拜三暗暝的巴克利圣经学堂，咱拢要通过上帝的规矩，继续来学习，继续成做咱的气力。所以，咱嘛期待咱会当继续分享，互咱身躯边的人。好，这是咱过来这个拜三，咱所要读的圣经节。所以，伫即几天，咱会当做一寡准备，以及重新去看牧师头拄仔所分享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到43节这个故事。阁续来几项事报告，咱因为无法度实体的聚会，所以咱的会议由原要透过线顶的方式来进行。所以后礼拜部会周就请咱的长老，请咱的部长来调集咱的部员，踮伫线顶开会。中职会咱嘛会踮伫线顶，伫7月11号的主日下晡1点，咱会当做伙有一段分享的时间。阁续来第2项，新港公读经已经寄来伫教会所以7月份到9月份，你要提新港公读经的，就麻烦你，若是有出门，就来到伫教会办公室踮伫遮来提吼。其他这是。目前7月份的聚会拢需要暂停，包括咱10月份主日的咱的亚活礼拜嘛必须爱取消。因为虽然10月份已经几啊个月，但是咱犹原无把握，有伊的风险，所以今年咱无法度亚活礼拜。好，所以这是咱几项事的报告。期待咱踮伫厝内底继续成做咱身躯边人的帮站，继续为着每一个需要的人来祈祷。好，咱要做伙来吟刷尾边的诗，吟祝福车恳的诗，咱来吟圣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咱做伙来吟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去行公变就你，也行主必关待你。愿主上帝去常常看顾你，守赐你平安。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将平安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，互咱成做每一个人的祝福，对答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别倒。